哇！呢套別墅靚到好似假嘅咁啊！130平方嗱，超大嘅別墅，而且係自帶溫泉入戶㗎。你睇下一線河景，喺度釣下魚、劃下艇咧，都係相當之舒服㗎。入地廳嘅位置啦，超闊落，做埋開放式嘅廚房啊！再睇翻前花園嘅位置，再嚟到前花園，你睇下呢個空間相當之大啊！呢邊咧可以作為一個休閒區，而且配備一個長輩房啊，合院嘅設計啊。咁我哋上去2樓參觀下。上到嚟2樓咧，係做咗2間套房㗎，景觀咧十分之靚，同樣都係睇翻一線嘅河景㗎。咁主人房咧空間十分之闊落啊，呢個景觀咧就十分之屈西啦，全落地嘅玻璃啦，都係套間嘅設計。咁我哋再過去花園個面積睇下。嚟到我哋天台啦，哇！呢個景啊十分之舒服啊，而且呢個面積咧係全贈送噶，晚上喺度休息下咧都係十分之舒服。咁呢套單位咧就係130平方雙層嘅別墅啦。咁依家總價咧大概係200個左右啦。有興趣嘅朋友咧，評論區留言3個6，我發詳細嘅資料俾你啦。